古早来讲，一府二鹿三艋舺，形容台南府城是台湾上繁华的所在。现时台南中西区的民权路，正是五条港贸易的主要路线，也是南北二路行交往来要地，见证当地闹热发展。 来来去去的车阵，是台南市中西区的医科啊，伫咧走。这个所在因为是市区地势上悬的所在，离安平港差不多悬14公尺左右，所以伫咧日本时代特别政府经做市政中心，包括台南州厅、气象台、警察局，拢伫咧一库练堂。 对医科啊拖出去，民权路顶就通看到地势上悬的信用中心北极殿。 这个是咱国姓爷时代，咱的一个大上帝庙，吼，迄阵的名就开始叫做周岭，吼啊，荷兰时代吼，咱这个算府城上早的制高点一直较近，吼啊，所以这已经有400栋。人讲北极地的林啊，就是水仙经的爷的啊，伊的林池地到伊的爷看，相差一个庙就到。 顺安平港的地理位置，对民权路中段，搁再往西边，地来到起伫咧乾隆到道光年间，当地上间闹热的宫庙水神宫。宫的庙埕毋但是当地上大的菜市啊，也是所有高商高会的集散地。 糖糕、哈米糕、布糕等等哈，啊，所以这个水仙宫哈，甲迄阵啊两岸的贸易，譬如讲，伊就是五条港内面这个手天啊船的一个端点，到为大陆来这个大船啊哈，这个商会搬入来，哈府城内面，咱交到南北二路。 经过台南市5个河港，由北到南有新港、基港、佛头港、南市港、南河港、安海港。其中南市港就是现在民权路，伊也是经济发展上主要的线路。5条港伊包括伊的范围来讲，有足侪个伊各经无迄个势力范围，啊，所以延伸来讲带动地方的繁荣。所以整个民权路来讲，会当讲属农工商。 所有的行业拢总伫即搭遮做一个发展。你讲民权路有没有示威呢？其实我不以为然。高将是为止，也搁游园是咱台湾上界重要的一条街路。300多年前的台南市，每一角市拢有无同的文化伫咧发展，分散伫咧5条港伫咧兴旺。随望岁月变迁，5条港即马拢平民化。不如过这条台湾上早开始发展经济贸易的民权路，伊的风华和重要性要深深存在。记者民警刘瑞台南报道。